立法院伫咧113、14年的时阵，因为这法案审查发生冲突，下来杀去，调查立委互相指控伤害。台北地检署在今仔日终结啊，依照伤害、过失伤害等罪，起诉谢良介、廖伟翔、邱定军、黄建和、黄仁、林淑芬、林楚英、王芳美、陈玉珍、郭建明，有7个国民党的立委呢，3个这民进党立委是检方侦办国会冲突案件以来起诉上济立委的记录。 每会期开议日有会党同新人爱烧钱烧杀，民进党立委沈碧荣被爬起咧主席台，刷去国民党立委邱定军为人墙扭落来，致使沈碧荣倒头栽摔伫涂骹。立委郭国文嘛，互真侪人为杀落来，现场立委喊叫救护车。113年、114年调查立委真侪解相拍。113年5月17，立法院审议国会改革法案。对属下同意。 民进党区纪委指控，和国民党廖伟翔、邱定军、黄建和为关键的主席台杀落来。过一礼拜，立法院审议国会职权行使修法，民进党立委林淑芬加上民众党立委麦玉珍嘛相拍。7月7日，立法院审议选罢法修法，国民党王芳美、民进党林楚英为着抢椅仔相拍，拢受伤。12月7日，拿赢雄雄甲选罢法修正案摆入议庭，各做个议事。立委林月琴去互哪位陈玉珍冒掉个跋倒。 那是去年3月25日，立法院审查公投案，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用拐仔卡倒顶，拐仔飞去击到刺卡心起一个角骨，对调查个人提过伤害，北检调查监视器清查画面，12终结，依照伤害、过失伤害等罪起诉包含郭建明、谢良介等人，拢总7个拿委、3个立委，那是翁明凯、张家军、李玉玲、刺卡心得到无起诉处分，不过已经创下检方侦办国会冲突案起诉上侪立委的记录。尊重司法的程序进行，国民党有国民党应该捍卫的立场。因为林楚一事实上有打我啊，哈，他先动手，那所以呢，如果林楚一也被起诉的话，那我想我未来还是在整个的司法上，我会继续做努力。立法院国民党团书记长林派雄表达谴责，批评民进党司法清算是拍人化救人。林楚英讲，会伫法庭证明王芳美才是使用暴力的人。林月琴是批评陈玉珍是恶意伤人，绝对唔和解。以告止暴，就是不应该要有这样的暴力的行为产生，而且尤其是国会殿堂不应该去示范这件事情。另外，前民众党立委林国成去年出席反罢免活动，演讲情绪激动，误解大声骂总统赖清德。要甲赖清德讲，我咧。赖总统对这件代志解决，北检依照公然侮辱罪嫌起诉林国成，并且判重刑。林国成回实地表示，唔对爱认错，绝对袂走险，尊重司法程序。记者采访报道。